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是真濟台灣人抑閣記牢着的代誌。台灣人唔驚中國威脅，大家攏去投票選出咱台灣頭一個民選的總統李登輝。到當時30年過去了，為了要紀念這總統民選30年，李登輝基金會以1996時刻的名要辦音樂會，希望講這些少年朋友會當理解到民主的珍貴，也要邀請民眾來感受到自由的動量，繼續寫咱未來的樂章。大家啊，拜託啦！台灣啊，要交互恁咯。李登輝是1996年台灣民選的頭一個總統，在台海飛彈危機當中，台灣和平轉向直接民主。李登輝去互外國媒體叫做民主先生。今年台灣總統民選滿30年，在李登輝過身以後，但年李登輝基金會攏會辦音樂會。今年特別邀請捌佇國際橋擺設演過李登輝的藝人楊烈做領銜歌手。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。這條《前鋒之歌》是前總統李登輝在生的時真喜歡的一首歌。伊的查某囝李安妮講，李登輝就是希望會當永遠甲大家鬥陣。音樂會領銜歌手楊烈嘛分享講，過去在演李登輝的時，上重要的精神就是愛甲民主放在心肝底。這回音樂會嘛會甲關心台灣人的心，用歌聲來表達。伊到即馬，我咧想，伊抑閣有迄種心情咧關心全台灣的人，迄款的心情吼。對我家己的聲音內面，甲透露出來。今年音樂會號做1996時刻，總共選15條會當代表台灣的經典樂曲，包括黃昏的故鄉、母親的名叫台灣等等。基金會表示，毋但是要互民眾會記得這30年來台灣的民主化有偌無簡單，嘛希望在未來台灣人會當對悲傷走向幸福快樂。咧講台灣歷史的時，咱攏佇足悲哀吼，互殖民嘛吼，啊互撇下啦吼等等。但是家己做主人了後，咱愛家己創造咱家己的幸福。音樂會拍算8月23辦佇國家音樂廳，李安妮希望會當互少年朋友理解民主的珍貴，嘛要邀請民眾接觸感受自由的動量，然後繼續寫咱未來的樂章。記者盧尚如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